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文照郑老师，今天来跟各位大家分享的是马来糕这道的小点心。那这些材料呢，在我们日常生活，这些各大卖场我们的材料很容易取得。那我现在为各位大家来示范这个马来糕的这个制作的一个流程。我们先把蛋打进来。我们今天上面的配方，我们可以做7个小模的一个分量。我们先把蛋跟糖先倒进来，然后我们用搅拌机，用慢速的哈。打到发泡的状态，然后让整个糖跟这个我们的蛋能够融汇在一起。那依序我们将我们的发粉、玉米粉、粉状的材料，我们先把它打均匀。好，开始倒入我们的面粉。面粉的话，我们要慢慢的下，那提醒各位，奶油我们是做最后一个摆放的动作。如果第一时间将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摆放进来，会有一个油水分离的一个状态。所以奶油的部分，我们待会要稍微隔水加热，融化之后，再来跟这个我们的面糊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动作。好。我们下这个三花奶水，好，那我们紧接着把我们的无盐奶油先做一个隔水加热的一个动作等到它成一个整个都是属于液态的状态，我们再来下到我们的这个面糊里面。好，这个奶油已经快溶解了。好，大概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奶油的温度绝对不能太高，太高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倒到这个面糊里面，整个会把面糊给烫熟，而且它这个醒发的状态也不漂亮。好，来，那我们就倒进我们的这个面糊，慢慢的下。让这个整个无盐奶油跟这个面糊，我们很均匀的搅拌在一起。好，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来各位看一下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倒在一个水壶里面。那倒这个有一个小技巧，我们只要倒到6分满就行了绝对不要倒到8分或9分。那你倒到8分或9分的时候，就会有点像发糕一样，就会有一个龟裂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马来糕的表现是要让它蒸完之后成一个很
平整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一个关键技巧，我们倒入这个模子就倒到6分满就行了。最后一个小技巧、小动作，我们要把里面的气泡轻轻的把它敲出来。把气孔、气泡敲出来，蒸完之后，你的这个马来糕的组织才不会有很多这个气孔的状态产生。那以这样的一个电锅的大小，我们可以一次蒸2个哦。那我们一杯水，我们大概是蒸20分钟。那我们今天这个要蒸25分钟，那我建议各位啊，我们加到1杯半的水。好，那我们要入锅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准备个铝箔纸，稍微把它给盖住，以防它滴水。那我们入锅蒸马来糕的这个时间，我们就以25分钟为主。好，马来糕蒸熟了哈。哇，现场一股这个很浓厚的香气。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蒸完25分钟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您倒到8分满、9分满，它膨胀完之后，这个部分就会很容易呈现一个龟裂的状态哦。所以我们建议观众朋友，我们在倒这个面糊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倒到6分满的一个状态就行了。好，那我们做一个切的动作。像这样的大小我们可以切6到8片好，切完之后，那我们就把它摆到这个盘子上。这个热的状态、冷的状态各有各的不同的风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马来糕的成品。